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2月1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山海圳绿道是一条沿着嘉南大圳甲咸水溪对关田区通往安南区的自行车道，提供予民众休闲运动的所在。但受到安南区废水的污染，沿线的嘉南大圳变甲乌乌臭臭，影响环境。对此，议员郭清华就建议，市府伫咧当地应该要设立污水处理厂，来兴复大圳清气的环境。议员郭清华指出，安南区和顺工业区加总头寮工业区并无设立污水处理厂，致使真侪工厂的废水拢排入嘉南大圳，影响环境。所以建议由市府来设立污水处理厂，也就是用委外的方式来改善问题。一条嘉南大圳的遮尔好会当休闲的所在，即马重点是处理遮尔。所以我较拄仔咧甲青蛙市市长讲，就是讲安那，遮个工业区的污水一定要新建污水处理厂咱第6号船局的时阵恁对着即个代志恁来去支持，看第6号船局去看会当来安怎处理。议员郭清华强调，工厂排放的污水已经累积真高的第年，互水质不但看起来垃圾，阁产生臭味。因此要求水利局甲第6号船局协调，希望赶紧进行清理第年的动作，互大圳早日恢复清气的原貌。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12年国教制度之下，第一届毕业生除了选择继续升学以外，其他伫咧明年的6月份就要踏入社会。对此，议员柯丽丽指出，目前无任何单位会当为因提供就业的建议。伊烦恼若是选择毕业食头路，因是毋是会当顺利来找到工课？议员柯丽丽指出，第二次明年毕业的高职学生有将近一半是工业类的科系。而餐饮科学生就超过700人，若是选择毕业就食头路，伫因的居住地，敢真正有遮尔侪工作机会，会当互因顺利就业。因此，伊建议地方的高职学校应该爱开设符合当地产业需求的科系，培养在地人才，以符合12年国教的精神。事实上，技职教育学的一技之长，咱常常咧讲，学的一技之长，不怕未来在就业职场上面被排挤嘛。可是有这么多选择不升学，那我们的辅导呢？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我以台南市为例啦，因为我现在告诉你要你去了解那个数字，你可能也没有办法了解啦。台南市如果按103年，就是讲明年要毕业的6月要毕业的这一些12年国教第一批入学报到统计资料。台南市高级职业学校呢，毕业生加起来总共5418人5418人，竟然有2521人是集中在机械群、动力机械群、电机电子群，还有土木建设等等、化工等等。结果呢，咱无法度去看咱的台南市现有，可能我们各个城乡所需求的。我们的人口结构，我们的在地需求，我们没有办法画上等号。国私立高中职的改立有助于我们12年国教的整个推动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部分也是极力跟部里面要达成一些共识那刚才议员您所提到的那个，就是说不管是升学或是就业上的这个需求我们会跟相关局处再来努力。像目前我们对于就是高职毕业不升学的部分，我们是鼓励他们以双轨旗舰计划来这个做衔接来做努力这样那至于说这个类科职业类科的这个分布，是不是更在地化的
配合我们产业的需求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跟各高职校呢来这个洽商。游园区里里强调，台市到打游园无接管高中职，所以教育局对着高中职校科别招生以及配合地方产业需求的工作，拢无真大作为。因为市府至少应该会当先做毕业生就业辅导，以免12年国教就近离学，最后变成就近失业，受影响的也是学生。但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市原林美燕上午针对消防队的义消升迁制度向消防局提出质询，伊认为伫咧无法度继续升迁的状况之下，要求义消转为顾问，袂当参加第一线的救灾，真无合理。因此要求该局针对人事的制度重新检讨。廉市义消中队长的任期一旦结束，伫袂当继续升迁的状况之下，将必须暂时以顾问的身份留落来，而且也无法度伫第一线救灾。对此，议员林美燕希望职务的卸任无等于是退休，因此要求重新检讨这种的人事制度。伊第一线等于就是伫救灾伫第一线。你讲叫伊中队长卸任以后，他就转折到顾问，伊的自己他没有办法在第一线去做救灾工作。对整个长期对这个热忱的人来讲，我讲对伊来讲，他觉得心理上我讲他有个戚焉呐。所以局长，我是认为啦我个人认为，当然人事编制是固定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我们消防署的编制母法是一样的，是固定的，但是我们地方上可以用职法。我们如何去把这些就是他工程，他在义消这方面付出这么多的人，你既然他退下来以后，他就只能转为顾问。针对这个问题，消防局长李明峰表示，将会再做讨论。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针对中央长期照顾2.0的政策，台南市第一间 A 级的旗舰店上午竟伫咧东区开幕，市长赖清德嘛亲自到场主持。会中消费局表示，预定107年底全市37个区域，总共会设立 A、B、C 3种等级，总共358据点，应用未来老人日间照顾等等多元的需求。一群接受日间照顾老人，上午伫东门日照中心对来欢喜人歌表演，来庆祝台南市第一间 A 级的长期照护旗舰店诞生。市长赖清德、议长赖美惠等贵宾拢到场接受因亲手所做的福地，同时正式开幕，场面相当热烈。好的。台南市长照2.0试办正式启动上路，市长赖清德对伊顺势日间照顾各种适合老大人的设施，把家属时代请安问好。伊表示，为了让民众看得到、找到、嘛用得到长期照护服务，一定会调向上界有特色、有爱心、加发展服务整合的无套的努力。那中央要求要做到看得到、找得到、也用得到。那台南市呢特别敬请每一个长照机构，包括市府的同仁，一定要做到最有爱心。那因为这个工作非常辛苦，你如果没有爱心的话，没有办法。那受到照顾的人也是最无助啊！你如果服务的人没有爱心，可能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就是最有特色，因为台南县市呢合并有山有海，有城乡差距，人数多有20几万人一个行政区，人数少不到1万人。所以呢，情况非常特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最有特色，能够满足每一个行政区的需求。那第三个呢，是要最合作，不仅仅台南市政府要跟中央合作，也要跟台南市的长照机构、社区的里长、理事长各界共同合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办法提供一个让使用者满意的长照2.0照顾的服务计划。以福建等需要日间照顾居家服务，甚至需要实地等多元化服务的旗舰店，目前已经有30几位老人进驻，来健康享受在地生活。
基本上在我们的服务里面的话，我们会比较倾向就是说用生活复健的部分来协助我们失能或是失智的长辈，那尽量能够让他们维持在生活在社区，而不用说因为退化来提早就进入到机构里面，对。市府小区嘛表示，民众将对登记账户有任何疑问，买当直接洽询4128080的专线。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传统的工业产业随着科技进步，如何创新甲结合，已经成为潮流。对此，台湾工业研发中心为着要发掘更侪优秀的工业作品，同时进一步量产，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评鉴制度。今年度通过决赛的参赛作品，除了伫咧台南成功沙月新天地展览，下午也进行4大奖项的颁奖。所有的作品，无论是造型、美感、甲机能性，拢非常的吸引人。今年总共220组作品参与台湾优良工艺品的评鉴，经过严格审查、评审甲把关，展现伫百回33组拢是决赛精品。同时，要伫当中佮选出美感、流行、机能甲造型等4大奖项肯定，除了成为国家品质挂保证，甚至已经量产，吸引侪消费者眼光。当然，主办单位台湾工业研发中心嘛，希望吸引更较侪工业创新甲产业的发展。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因每年会针对咱国家这个工业品会当量产的吼，去做一个评比。啊，今年呢来参加人相当的多吼，有要甲300组，啊，经过初审、复审、现刊，最后决审，吼，较出来30组。啊，这30组呢，伊等于是讲咱国家甲背书的国家级的这个工艺品吼，啊，咱会一个标章叫做良品美器。啊，除了呢，有遮好的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是咱脑袋会当出来用，吼，因为阮主张工艺是在生活当中去享受的，吼，来增进咱的生活美学物件。啊，同时呢，啊，咱也从今年咱国家的这个国家工艺奖的比赛得奖作品，吼，会来咱新光山来展览，吼，因为呢，咱台湾的工艺水准伫全世界一排前5名。安尼，咱看咱做者新秀，因为新秀的物件呢，精彩啊不得了。比如讲，咱拄啊有一件吼，伊看起来是咱咧用精工铜去打造的这个它的茶具，实际上呢，伊是用陶瓷柴烧去烧出来，啊，非常的精彩。啊，咱这个展览的期间呢，啊，咱若接受，若有人有兴趣，会使来落订单。啊，订单若落一件嘛是会使，会当替咱的好朋友来量身定制。按今日开始，伫星光3月6楼做展览，啊，邀请咱所有咱大潭地区好朋友做来参观。当然，对今年优秀的工艺品来看，有侪传统的工艺，拢是结合生活美学甲文化潮流，甚至用入科技的元素，创造出无限的商机甲潜力。所有兴趣民众不妨把握机会到中欣赏。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占地将近600坪，全台湾占地上界大的民间艺术馆云非凡，即马伫咧台南正式要开幕。首场就展出侪台湾知名的抽象艺术家的大幅作品，相当难得。即马就带民众抢先欣赏。
全台湾占地上介大的民间美术馆，就伫咧文化之都台南。这座占地将近600平的云非凡美术馆，伫咧知名建筑公司富力的支持之下成立。内部会当展出的空间大，而且布置拢非常质感。业者用心成立这个会当让民众参观的免费空间，就是希望会当将艺术侵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正面面临40米马路的林森路哈，我们有很大，大概13至15米的退缩。那这样的退缩包括它的广场、它的庭园，那就很不适合做一般的小店面。那一般的小店面，我想对这栋建筑变成一种匹配不来一种质感，所以当初我们正面只有2个大店面那大店面我想除了银行、除了展示以外，大概其他的营运都不适合。所以当银行业现在在稍微缩编它的速度慢下来，那我想我们本来想办的是住户的收藏展，那住的收藏展，我想它会每个人收藏会不一样那高中低大概很难做一个整体性的匹配。那刚好肖老师他有这个构想那他把这次所有台湾当代的艺术家把它集合总共有17位进来展，我想让我们料想不到的，这次大概跨到全国性的这种展览，高质感的展览我想所有的艺术界，包括喜好艺术的人都可以来这个空间来享受一下我想当代艺术的美感跟价值。全台湾上介大的民间美术馆云非凡首场展出，由台南知名艺术学者肖琼瑞教授担任策展人，用心规划之下，以着台湾的抽象艺术为主题，收集了1950年代战后初期以及60、70、80年代较近期的知名抽象艺术家，以大号的作品为主，搭配着大空间来展出，让人会当更加详细来欣赏每一件的作品。所谓的抽象艺术是人类文明20世纪伟大的一个艺术成就。这次我们把台湾所有从事抽象艺术的艺术家，那么有将近50几位，那么他们的作品都在100号以上，那么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可以说是台湾整个抽象艺术发展的一次历史性的整理，当然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展。我们在这个现场提供有免费的咖啡之外，也有这些艺术家所有的私人画册，那么大家可以在这边对整个台湾抽象艺术进行一个理解。我们经常会认为说我看不懂，那么到底看不懂的有这么多种，那我们来进行一个了解，也期待所有的喜爱艺术的朋友带着你的小孩来到这个完全的免费，但是这是一个企业对社会回馈的重要的活动。无论是平面的、立体，甚至是会震动的艺术品，拢伫咧这场当代台湾抽象艺术精选展当中，邀请民众做伙来感受这场美妙艺术的향艳。咱的新闻网站采访报道。位伫咧海岸路顶，今年初才正式开幕的旅店，经过一冬的打拼，除了甲荷兰国际旅馆品牌结合，企图迈向国际化。同时，伫咧今年10月份，佮通过青级旅馆协会并降为4粒星。上午正式揭牌，嘛成为游客到台南住房真好的品质保证。对着今年1月成立的酒店来讲，苏科伫文化高度台南进驻经营以后，如何国际化，伫2个体提升，才是不断政治目标。加上今年8月甲荷兰联合国际经营品牌合作以后，今年10月佮得到青级旅馆协会评价为4粒星，除了迈向国际，更有政府挂保证的品质双赢。2、3。台南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哈。你说它是一个工业城市也好，你说它是一个商业城市也不尽然。那它肯定是一个观光城市。那在这种工商跟观光城市的交相冲突之下呢，台南是一个特别的、
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古都。当初呢，选择在我们原来的市区工厂，这以前是我们的市区工厂，这个地方呢，去新建这个饭店业，当时也是基于一个算是回馈地方，那也希望说能够带动地方的产业，做一个升级。那过去1年呢，也积极经营的在这个星级评鉴上面呢。那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星级评鉴呢，把我们的旅馆等级呢，拉到4星的等级。那除了从2015年开始跟法国罗浮宫集团底下的这个 Golden Tulip 品牌相结合了以后呢，希望说在台南这块地方呢，能够把古都这样子的名号跟国际接轨。那这也是希望说，在台湾的这个观光的层面上呢，能够添上更新的一页。如何伫台南现况算是饭店旅馆的建国时代卡起，该酒店其实明年1月佫有加一项迎合文化特色酒店要来诞生，互民众加一个选择。嘛希望2间酒店再创台南经济旅游的典范。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联成电脑过去拢是开班教导学员电脑软体设计、网络、画图等等的专业知识。今麦开始也联合了各大企业，举办大型的企业竞才活动，希望让学员伫咧结婚了后，会当马上找到头路。为着要帮助学员伫咧结训以后，会当顺利找到头路，联成电脑伫咧北中南各地，拢有为学员举办大型的企业联合竞才活动。16号即天来到台南文化创意园区，办理企业联合竞才博览会。吸引大批学员到现场找头路，互找人才企业甲找头路的学员，拢会当得到双赢。从产业的需求到训练成果的产出、证照的考取，那最主要最后是能够协助我们的学员能够顺利就业，跟产业能够无缝接轨。不止我们在即使我们学员就业之后呢，我们还提供3年的技术更新的服务，它可以保持让技术在业界是最新的。然后额外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提供终身的进修以及就业服务，即使之后他想要再转职，亦或要找另外的工作，我们都提供持续的服务。联成电脑其实从今年部分举办了30多场的就业博览会，那在媒合的部分成绩是非常的高昂的。那尤其在所谓的产学专班的部分，我们几乎是100%的就业面试。那今天南一区最重要的一个就业博览会，我们聚集了各路的精英。那这些精英的部分呢，他们其实都已经准备好各项的功夫。那也期待他们能够在今天的就业博览会部分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演出。这届参加联合竞才企业有胖胖熊国际、网银国际、以登企业、联宏兴业、苹果世界等10间大型的企业，提供着游戏、空间、城市、多媒体设计等等的职业欠缺。联成电脑表示，未来将持续投入经费，举办企业联合竞才活动，提供学员更多、更好的服务。咱的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知影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的植物人专用轮椅，大部分拢真老旧，真需要换新的，所以台电台南区处买了5台专用的轮椅。伫咧今仔日上午，由处长代表前往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办理捐赠，场面温馨。创世基金会照顾的植物人，因为无法度振动，因此一旦需要离开病床，轮椅就相当的重要。因为因的特殊状况，一般的轮椅容易害因袂稳摔落来，所以为着要帮助植物人，台电台南区处特别买了5台专用的轮椅，要来协助创世照顾植物人。台电对这个公益还是都是不遗余力的哈。那有这个机会，因为台电工作也相当的危险了哈。那对这个植物人，我们都感同身受。那这一次的有机会，听到创世有这个活动，那我们也透过我们全体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工会大家来共襄盛举，希望做一个抛砖引玉啦哈，让我们的爱心能够延续，能够永续哈。那也希望说能够
带动一些善心人士继续给那个创世基金会来支持。创世今年服务30年，那我们植物人朋友的双脚必须要靠着我们这个斜背轮椅来行动。那我们斜背轮椅在我们植物人朋友来讲的话，他能够借着这个辅具离开他的床铺。那我们非常感谢台电这一次知道我们爱的推手这个活动，让我们能够把一些老旧的轮椅替换掉，让我们植物人朋友有一个崭新的，然后多功能的辅具来使用。因为长期使用，所以创世基金会目前有大量老旧的轮椅需要替换，也欢迎各界善心的企业团体踊跃领捐。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6度至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2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